啊嘛，爸爸爸。各位，行政長官話，政府上個星期推出嘅 BB 炒樓措施，你真係成日都爸爸爸。阿媽咪呷醋啦，唔叫阿媽。理解政府出招係要嗌啲你個口做咩啊？擔心影響。媽咪。阿爸，阿爸，又喂，爸爸父啊！即係通常都係即係阿爸，佢話要需要賣樓啦，咁如果要賣嘅時候，你講咩啊？吓？爸爸問爸爸，過嚟啊！講咩啊你？呢個父，個爸爸個父啊，爸父咁樣啊？你耳仔啊？講咩 BB？珍妮斯洗髮露提提你，刑警